我話俾你聽咧，手機咧帶嚟最壞嘅影響咧，一定唔係對眼睛嘅傷害。你知唔知道咧？眼睛咧就算戴200度嘅眼鏡啦、500度嘅眼鏡，甚至乎600度嘅眼鏡咧，其實係冇乜分別嘅。俾你最大嘅影響係啲乜嘢咧？大家聽住啦，你嘅人生咧可能唔可以再成功啦。邊度有咁嚴重咧？我再講多次，你嘅人生咧可能唔再可以成功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你已經冇辦法咧專注咁樣去做任何一件事。你有冇發現咧？你去碌手機嘅時候咧，你睇連續劇咧都冇辦法用正常嘅速度去睇，你都要去拉到去1.5倍甚至乎2倍嘅速度。你等唔切，你已經等唔切。而所有嘅成功咧，其實係需要等待、需要耐心、需要時間嘅。但係你有冇發現咧？你乜嘢都等唔切啦。可能你會問啦，點解咧我睇咗咁多嘅短片，我都叫等唔切咧？主要原因咧，呢啲都係全部都係高光時刻。一個短片咧，4秒之內咧，一定要吸引到你嘅眼球。4秒鐘之後咧，吸引唔到你咧，你就已經碌走咗啦。所以咧，你睇嗰啲咧，全部都係高光時刻，最靚嘅畫面、最搞笑嘅畫面、最恐怖嘅畫面、最浪漫嘅畫面。你睇嘅咧，全部都係高光時刻。但係其實你生活裏面咧，冇咁多高光嘅時刻嘅。一個人咧喺黑暗裏面摸索同埋考驗，你一個人咧準備4級考試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係好平淡嘅。佢冇乜嘢咁搞笑，同埋冇乜嘢咁浪漫嘅感覺。你睇得太多咧高光時刻啦，你冇辦法忍受成功呢條路裏面咧，其實係好平凡同埋好痛苦啊！我講得啱唔啱？所以咧，你做任何事咧都已經冇耐性，呢個就代表住咧你做任何事咧都唔可以成功嘅原因。點解咧？因為任何呢一個稍為有啲大嘅成功咧，都要經過一個無人問津嘅慘淡時間。你需要咧忍耐一個好難捱嘅時間，捱過咗咧先至可以叫成功。捱唔過咧，其實你就成功唔到啊！咁所以咧，好多人咧都已經捱唔到過去啦。如果咧你想睇到你自己嘅盲點，加速你嘅顯化，我會喺呢度咧送你一個1對1諮詢。只要咧你簡單咧去畫一幅畫，我就可以咧幫你解開咧你嘅一啲卡位。睇完呢條短片咧，如果咧你覺得呢條短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、收藏同埋分享。喺下邊咧可以留言你嘅睇法，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係 Charis，希望咧可以呢條短片幫到大家。